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中國 AI 算力直逼美國，美為保優勢搶資金同埋打壓兩招，投資者點樣部署呢？全球嘅 AI 嘅發展同埋博弈咧已經一路升級㗎啦。主要咧就係中國 AI 開源智能嘅表現咧已經達到全球普及嘅關鍵嘅臨界點。美國政府咧全力抨擊同埋無所不用其極嘅手段限制中國嘅發展，包括係限制嘅晶片俾佢啊。中國嘅無形收入係咪會受到西方呢個政策嘅影響呢？咁美國嘅措施係點樣呢？美國同埋中國 AI 嘅模型智能嘅指數排名，而家有8個裏邊有4個係中國。暫時咧美國最高嗰啲分數都係高啲，但係個分數已經越嚟越接近，隨時咧中國可以超越佢哋。尤其是美國好擔心佢哋抌咁多錢會點呢？咁樣。美國咧嘅財政部長亦都警告中國嘅 AI 技術應該要受到制裁，因為咧中國咧佢話咧佢用系統性未經授權使用佢哋嘅模型，所以咧個成本好低。譬如話佢研究自家嘅機械人啊，或者各方面都係用咗佢哋嘅大模型嘅。第三，特朗普咧就係話誓言咧採取一切嘅措施咧對抗中國用蒸餾技術。蒸餾咧就係 AI 用平嘅方法訓練之一，規模雖然少，功能雖然係弱嘅模型，但可以透過蒸餾嘅技術提取更強大嘅模型輸出嘅資料嘅。美國同埋中國 AI 代碼生成嘅模型評分，就中國同埋美國各佔5個，中國嗰個咧個成本咧就越嚟越輕。第二咧就係大概佔10至40%美國嘅成本嘅啫，競爭力係相當之好，同埋咧好多應用嘅 AI 變咗咧更加多美國嘅企業咧有機會用佢。咁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美國嘅咧就係閉源。咁閉源嘅意思就係美國怕你用佢嗰啲咧就唔俾你用，佢學識啊咪資料少，資料少就會落後。中國係乜嘢？開源又平又靚又正。咁所以咧好難唔用中國嘅 AI 嘅，咁所以造成美國係非常緊張。咁會唔會9月份捉我哋嘅主席去美國傾呢樣嘢？因為特朗普知道啦，佢已經話最重要嘅科技就係 AI。如果 AI 輸咗俾中國嘅話咧，咁美國就一定輸緊俾中國。跟住就軍事、科學、科技各方面㗎啦。Anthropic 上月咧俾美國參議院委員會講咧，就係阿里巴巴好多蒸餾技術用佢哋啲嘢，但係美國又有50間企業嘅科技股咧，包括咧馬斯克自己都話咧，美國咧一定要用開源嘅模式，如果唔係咧就好弊㗎啦。咁其中最大嘅2個咧就係 Google 同埋 OpenAI 嘅。咁仲有咧預知暗面推咗 Chemistry 3挑戰美國嘅 AI 領先。不過咧 Chemistry 3有個新技術就係嚟自底層原錯嘅架構創新，佢話就唔係蒸餾嘅。日後咧我哋先知道個情況係點，但係因為太多人用 K3 啦，變咗咧佢嘅算力唔夠，遲啲咧應該就夠㗎。美國正經股市嘅情況咧，我哋睇到咧就係美國對伊朗連炸咗13萬，而家又話暫緩空襲啦。咁原因咧就係美國咧擔心已經做到極限，再打多啲嘅時候咧，佢彈盡糧絕，唔係糧絕，彈盡冇糧絕，佢其他地方更加供應唔到啦。就算歐洲要錢買彈藥都唔能夠滿足到，咁佢有錢都賺唔到，咁所以佢一定就停咗啦。咁所以美伊衝突又戰又和，咁美國大概死咗17個軍人，咁伊朗強調佢哋一定繼續控制個港口嘅。咁美國國防長咧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啦，因為呢個戰事咧已經用咗375億美金，但係咧現時就要國會喂快啲俾870億美金喎，其中670億美金咧就係用於中東嘅軍事。咁你可以睇到咧，一年咧就已經用1000億美金都未打完嘅喎，呢個情況已經令到咧美國嘅赤字又繼續升啦，費又貴咗啦，第二又要退稅啦，退咗一半啫嘛，油債又息升，包括美國嘅國債又升得好緊要啦，加息嘅風險又上升喎，咁所以令到咧美國冇辦法，唯一咧就搶錢，利用1974年嘅貿易法301條，所有嘅國家都係強迫勞動，收佢哋10% 至12.5% 嘅稅，其中中國、印度係12.5% 啦，佢覺得佢落後啲，佢又強迫其他嗰啲國家，歐盟啊、加拿大啊、墨西哥啊收10%，咁所以大家睇到咧美國點樣餓幾多錢咧？要幾多美金先算咧？咁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就升到4.84% 啦。美股亦都偏弱，我哋技術上睇係唔睇好嘅。另外咧就係睇埋呢個禮拜就有幾隻重要嘅 SK 高力士、ARM 同埋 Meta 同埋蘋果，佢哋嘅業績先決定。但係如果佢哋都好似 Alphabet 嗰陣時候就弊啦。咁日元睇到呢度跌到163日元對1美元，短期日元咧有機會再跌到15咧，日本先干預。日元點解
解肯跌呢？原因呢就係希望幫手呢啲人借日元買美金，間接幫多啲美元，因為美元係唔夠嘅而家美國係冇錢嘅，咁呢個係幫市場嗰方面。跟住呢 Alphabet 佢為咗催谷 AI 嘅現金流已經係負啦，咁佢嘅資本開支呢就勁升1倍添，即係話現金流又冇咗錢啦。另外呢資本投資又升咗1倍，所以好弊，全年嘅開支呢又增加，所以 Alphabet 個股價業績公佈之後一跌咗7%，其他嗰啲七雄會唔會咁樣呢？大家都要留意啦。仲有 Alphabet 咧就為咗等啲人嘅印象好啲，希望救個股價唔好跌咁多呢，就話佢投資咗 SpaceX 同埋 Anthropic 帶來利潤990億，其實呢個呢都係未實數帳面嚟嘅啫，真係要買先知道。佢哋出盡辦法咧，希望保持，希望跌得少啲。另外咧 Tesla 咧亦都係啦，業績好差，佢成本係上升嘅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原來特朗普嘅 ESG 政策令到佢碳排放嗰度少收咗67%，咁變咗咧佢收入又少咗。仲有咧就自動駕駛啊、人工智能啊、人形機械人啊，所有呢啲嘢全部要加大投資，啲錢喺邊度嚟咧？所以 Tesla 同 SpaceX 咧都可能繼續集資，同埋晶片嗰方面咧，亦都唔夠。好彩咧 Tesla 話咧同美光講咗呢方面嘅協議，咁 AMD 同埋 Advantech 就達成個大 deal 啦，就 Advantech 咧就喺2027年又俾幾多嘅兩吉瓦嘅嘢俾佢啦，嘅 GPU 啊，佢係另外個 Core 咧又可以幫 AMD 咧做軟件嘅開發啦，咁大家互惠啦。另外咧就係據 OpenAI 上調又係嗰個運算嘅支出啊，又要7500億，所以咧由6000億又去到7500億，咁啲錢喺邊度嚟咧？我哋就而家都拗頭，點樣咁多 ？Nvidia 咧居然為 OpenAI 咧作貸款2500億元保證，咁係咪買佢啲嘢咧？咁所以我哋覺得好弊。最精就特朗普啦，居然咧就打伊朗話，喂佢有核子啦，唔好話核彈先啦。咁原來咧佢又允許咧嗰邊沙特阿拉伯可以自己有核能，將來咧就搞到世界大亂啦。咁核能咧點解咧？沙特阿拉伯買啲嘢全部同美國買，咁所以美國啲公司咧就賺大錢。但係以色列反對開始。今日如果比下多幾個中東嘅國家咧，雖然係親美，但係將來係咪親美都唔知啊。所以伊朗好擔心。咁中港股市嗰方面，本週港股咧就進入期指嘅決算。咁呢個技術面就要小心。暫時講恒生嘅指數喺10天線成功穿咗50天線就好啲嘅形態。咁指數25000點，我覺得可以有鞏固，有機會向上而一試。但係個動力未必有咁大，所以我哋覺得咧都要審慎，暫時係24000至25200左右啦，有機會再高啲嘅，不過大家都唔好追啦，持有個貨係點樣就決定啦。咁外圍嘅環境，聯儲局就快議息啦，咁會唔會加息嘅機會大咗？而家估咧係3息就有機會加息嘅，暫時未話要加息。咁美國10年期嘅債息去到4.84，30年咧去到咧5.13至5.17。咁企業嘅現金流係好弱嘅，嗰個比例標普所有上市嘅企業佢嘅融資比例已經去到0.61，0.5係已經一路升到咧0.5756咧已經好犀利，大調整嘅機會係應該有嘅。人工智能已經面臨業績嘅考慮，大家都要留意呢方面嘅情況。好啲嘅就係而家特朗普都知道啦，當然啦佢又玩個股市啦，油價又跌翻落嚟，由90幾蚊跌翻80幾蚊。85蚊左右，長監咧就掛牌啦，升幅就喺預期之內，冇乜太嘅驚喜，只係升4倍啫。暫時再睇下，如果呢隻嘢再抽升多啲，可能對 A 股有啲振奮都唔定。暫時咧恒生指數咧都係反彈嚟嘅啫。智普咧個數據中心就成立咗，所以利好個股價。上個禮拜升得幾好，今個禮拜一上晝都升幾個 percent 嘅，咁所以都唔錯。至於 Minimax 咧就係因為今日咧上午已經跌到咧就186嘅低位啊，上市嘅低位跌得咁多嘅時候有個反彈，所以我覺得咧短期個 pair trade 如果投資者驚風險就可以睇清楚 Minimax 反彈到220零蚊就停咗喺度，或者喺個波幅上唔到去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中長期我自己覺得如果你 pair trade 咧仍然可以好似我哋咁買2513，另外咧一半同樣一個行業我哋就 sell Minimax 嘅。咁我哋跟進咧市場中性嘅投資啦，上個禮拜一個禮拜嚟講咧兩 pair 啦，兩隻股票1347同埋981有2.61% 利潤嘅，一個揸一個沽。咁另外咧建滔積層板188就揸，建滔集團沽148就負0.89%，咁上落唔大。咁另外咧我哋睇下智普上個禮拜咧2513咧升咗幾好嘅 ，Minimax 咧就跌負9.幾個 percent， 咁所以夾埋升21%。咁至於 SpaceX 如果你要買美股嘅組合分散埋咧 ，SpaceX 咧就係跌咗負12.23，Rocket Lab 跌好少，所以佢喺嗰邊美股嘅時候你輸係7.13%。所以如果你加埋美股咧，
你嘅升幅咧就唔係咁多，但係都唔錯。上個禮拜嚟講，但係如果你淨係做港股嚟講咧，賺得好好噶，就20幾個%嘅升幅嘅。我自己係東企喺證監嘅持牌人士，我冇持有上述嘅股票，但係我自己咧有蘋果、東企嘅基金同埋東企嘅投資組合，就有 Nvidia、Alphabet、SpaceX、Tesla、智譜、Minimax、中芯同埋建滔積層板、Meta、海力士、Apple。時間差唔多啦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按呢個鐘仔。拜拜，多謝晒。